后来继续来看宜兰罗东博爱病院一个医师，今年的8月，伫台北坐运传出着伊的猪高手，甲女乘客偷回胸卡码。事后发现，这个医师竟然是一个惯犯。伊方了到警察局向被害人下跪道歉，也毋过因为伊犯案毋是第一届咯，所以被害的女子无愿意来和解。这个病院嘛紧急甲做出着停职的处分。 伫一位的车厢，这个女乘客边仔这个穿白衫的查甫人挖啊真近，看一个针，伊砍外头的双手，敢若伫摸这个查某囡仔的身躯。事后发现讲，这个查甫人是一个医生，而且毋是头一摆。另外一个被害人是今年8月底，嘛是伫坐运，和这个姓吴的医师用砍外头的手摸伊的胸坎，伊发现了，骂对方袂见笑，对方被骂了，赶紧就走。报警了才发现讲，这个姓吴的医师早就有前科。 事后林小姐透过面册甲电子信件通知院方这个代志，不过病院方面毋但无回应，佫将伊的留言拢裁掉。不过后续病院嘛透过声明表示讲，有关本院医师伫坐运无妥当的行为，已经成立调查小组，并且暂停伊的医疗业务，依照调查的结果来处理。不过类似的情形已经毋是头一摆，只希望讲毋通佫有无辜的受害者。